生蠔清洗分揀，國內首創複合清洗技術，獨家應用生蠔視覺分揀系統，通過高壓噴淋、無菌清洗、超聲清洗等組合式清洗技術，對生蠔進行深度清潔。通過視覺分揀，實現生蠔規格多維度精準細分。生蠔淨化，國內獨家應用無菌海水循環活水淨化技術，全自動生蠔淨化控制系統，精準控制各項淨化水指標，為生蠔淨化提供最優淨化水質和時間管理。生蠔開殼、去殼採用全球水產行業產能最大的超高壓開殼設備，實現生蠔背柱與殼自然分離，輕鬆去殼，不會產生碎屑。超高壓環境有效消除有害病菌，保留其營養價值。隨後應用人工去殼輔助設備，通過合理的生產動線管理，提高加工效率。生蠔清洗，建設自動化傳送帶，洗開殼後的生蠔依次通過質檢與清洗環節，採用自動化清洗設備，通過高壓霧化噴淋和等離子流體技術，有效清洗生蠔表層黏液，降低污染物殘留風險。最後通過人工清洗檢視和離子風乾燥技術，準備進入冷凍工序。生蠔調製，採用自動化堆垛及調製設備，應用國內首創的數控高精度機械手食品添加劑調製加工智能系統，通過軟件控制指令，指揮機械手完成調製工序，可實現無人操作、無交叉污染、精準時間控制等生產優勢。生蠔冷凍，採用液氮冷凍、無菌純水倒冰衣技術，通過數控機械臂、液氮速凍機、倒冰衣機組合式產線，根據不同產品需求，自動調節液氮冷凍精準控溫、雙級復凍精準把控掛冰率，實現產品快速鎖鮮。產品分揀，國內獨家應用生蠔視覺分揀系統，採用智能分揀設備及視覺分析智能算法應用，實現生蠔產品可按重量、長度、寬度、蠔型多維度精準分級積累生蠔數據資產。產品包裝，採用高度自動化系統，紙箱與產品自動匹配，散裝紙箱經封箱機械被封箱後，傳送帶完成貼碼、分流、自動打包入庫等工序，多重校驗保障零誤差，全程智能管控，穩定運行，高效賦能產品包裝。產品暫存碼朵入庫，採用國內首創的全自動 AGV 機器人料箱冷庫，通過智能傳輸加全自動 AGV 機器人，實現無人自動化管理。單箱產品入庫靈活儲存，對單個庫存數量達標產品，採用全自動智能機械手碼朵入庫，精準管理產品批次，成為國內首創零下18攝氏度無人 AGV 料箱庫，山東首創零下18攝氏度4向車立體庫成功投產案例。